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CH2J189惠州千花洲酒店2天團。呢條線路啦係6月30號慶回歸哥哥經典音樂會，我哋專門邀請咗張國榮超級 fans 亞洲模仿冠軍張力先生。呢條線路我哋會入住喺5星標準千花洲度假酒店。酒店呢，無論係佢戶外嘅泳池以及健身中心，都係值得大家選擇。咁喺酒店對面啦，仲係千花洲景區，我哋可以上到千畝嘅四季花海。喺夜晚，我哋重本邀請咗哥哥模仿秀冠軍張力先生，會同大家唱經典嘅金曲。夜晚我哋係酒店係食呢個慶回歸音樂晚宴，無論係夜賞花海主題燈光秀，以及仲可以打卡光影諜影先蟲。喺行程當中啦，我哋仲暖身安排咗酒店宵夜。咁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